请兄弟大家平安。咱原本无熟悉，因为上帝伫上帝的家，大家拢变成兄弟姊妹。因为基督的疼痛，大家组织做伙做一伙，咱做伙来唱，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上帝一个先父。大家拢是兄弟姊妹，是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来，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上帝一个先父。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关心别人就是亲像照顾家己，因为咱是上帝一个先父。大家拢是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因为基督的疼痛，组织做一伙。是因为上帝的疼痛，互咱大家组织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上帝的疼，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咱大家规嘴大声唱，互主的爱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组织做一伙。这个时阵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起立，按你的厝边隔壁、头前后壁互相请安，互相讲，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这是上帝互咱偌尔好的福分。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上帝的疼，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组织做一伙。咱大家规嘴大声唱，互主的爱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停。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兄弟做伙手牵手，举好悬。咱要安尼，同心牵手，互全世界拢知，主的疼伫咱中间，主的疼要带来医治的力量。你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组织做一伙。请坐。拜五伫八楼有一个神学讲座，蔡茂堂牧师讲一个天堂甲地狱的故事。伊讲天堂甲地狱拢有一鼎真澎湃、真好食、好啉的汤。每一个人嘛拢有一支真长、真长的汤匙啊，会当舀汤来啉，舀汤来分享。总是汤匙啊，真长、真长、真长，无好舀嘛无好啉着。地狱的情况是，你会我客，因为我舀袂着，你嘛免想要舀着；我食无，你嘛免想要食着。
天堂的情况却是我无好养，总是你会当帮我养。我养开，我家己食袂着，总是我会当饲对面的你。你养开，你食袂着，总是你嘛会当饲对面的我。伫地狱是受气、三井、摇巴肚；伫天堂是和乐、分享、食饱饱。这是有疼甲无疼的差别。圣经讲，咱着三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的，既然疼的是对上帝死，搁捌上帝；无疼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疼。期待咱会当做伙做一个用疼诚心来疼彼此的人。咱做伙要来唱，我用主的疼，诚心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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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非常请起立。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长长责备，也无永远肯受气。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咱即个是三个来读上帝10条诫。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不论天顶、地上、甲地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无永远用别个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1000代。第三诫，南山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南山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伫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互伊安息日。设伊做圣。第五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第6诫，第7诫，第8诫，第9诫，第10诫，
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萝卜、卤味、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是咱三角来祈祷。慈悲听人，阮的天父，阮要感谢你，你予阮伫遮好的天气，予这个台风闪过阮台湾，阮以后来到你的面前，来遮学乐，来遮敬拜你，来听主你的教示。父上帝，当阮面对阮即个报道，阮所面对的问题的时阵，我要恳求你，予阮有够额的聪明甲智慧，来怎样去判断。当阮要予阮的经济发展的时阵，当阮要工业发达的时阵，也是阮要考虑阮的环境，阮有好的环境来予阮生活，阮有好的水、好的山、好的环境、好的空气。主啊，恳求你，予阮明白，阮伫即块土地，阮着选择啥物来予阮好徛起。恳求你的神教阮三角地地，也恳求你，当阮面对阮真济的社会议题的时阵，阮也知，阮着怎样来判断。恳求你也予阮面对阮发展的问题，阮社会独立，阮的政府，阮的主权独立的问题，甚至阮两性婚姻的问题的时阵，阮着怎样来强调伫主你的真理，来勇敢来讲出阮需要。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恳求你来照顾，恳求你来看顾阮这个国家。但今仔日是阮教会家己设立的关怀主日，我们恳求你，予阮透过这个小组互相的关怀，予阮成做一个听的团体，予阮伫遮会形成一个气力，来成做阮往外来传福音的气力。恳求你。予阮伫即间教会内底所做的工，真正来荣耀主你的名，予阮会知怎样用三听来互相鼓励、互相帮衬，来成做听的团体，来得到主你的看顾甲欢喜。当阮将今仔日的聚会交代主你的手中，恳求你带领，祈祷感谢，靠主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读启示文，咱要交读启示文第60篇。第60篇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启示文第60篇，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做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
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啥？安尼信、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以上，这个是咱来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20章35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做恁的模样，就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互人会比对人提较有福气。第二位，咱要来看约翰一书伫圣经后边吼，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第4章第7节，我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以上，这个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台语是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第8节。台语咱做来读。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用华语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那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那没有爱的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以上，接续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唱的歌是《着往耶和华唱新歌》。
接下讲道是要请小团队来讲，伊讲的题目是“听带来医治的力量”。大家平安，咱同齐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要感谢你，对过去到现在的保守甲看顾。若无你成做阮的瓦靠，阮实在真软正。最近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病痛受苦，得亏兄、汉朝兄拢是伫危险的中间。感谢上帝，你互因拢恢复健康，已经准备要出院。即个礼拜阮也有6个兄弟姊妹也意外车祸受伤，阮犹原要献上感谢甲懊恼。互即6个兄弟姊妹性命拢活地，无拄着恶担当的事。第医师、明基兄、永雪姐、丽芬姐、丽卿姐，经过治疗已经出院，伫厝内咧疗养。阮老师明仔载真是伊的颔管要开刀，求上帝帮助甲看顾，互因手术顺利平安，逐项生活功能拢会当恢复。阮众人伫殿里咧敬拜你，也求你甲病痛受苦的人同在，互因伫拄着艰难的时阵，倚靠你心平安。因为阮知影你是疼的源头，阮的需要你拢知。只是我要用学你的款式来陪伴帮助软正的人，学习彼此相疼，互软正的身心灵拢得到医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即个疼，要带来医治的快乐吼。因为咱即礼拜今特别是一个关怀主日。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我用无共款的方法。今仔日去检查，毋是咧讲道今仔日是要分享上帝的话，真侪真好的见证伫咱中间。所以我要透过咱最近即1、2个月做的工，甲大家分享。所以今仔日圣经的时阵，伊有甲咱讲今仔日圣经，咱来先用。因为咱这是华语啦所以你用华语读一遍，然后预备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好，伫即句话中间有一个强调，有一项代志，就是讲你要帮助软正的人，过来就是你互人的比共体安怎？佫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咱想即个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会当去共服侍，会当去帮助人，这是一个真大的福气所以我另外一部分的记载伫圣经嘛安尼讲来咱人一来读，这嘛是咱的今仔日金句啦咱甲背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讲到2个重点，一个就是彼此爱相疼，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上帝就是疼。我因为今仔日时间的缘故，所以我用较紧的时间来看这个图片咱慢慢来看我要对家庭，咱疼应该是对咱的家庭开始做起。有一本册叫做《家庭会伤人》咱也知影家庭若是安怎无好的对待，也是讲伊想要疼对方，毋过安怎用无好的方法，是应该讲真愿意疼伊，毋过安怎用伊家己的疼，伊认为好的疼，要来疼对方，毋过对方伊就无啥介意伊安尼甲疼安尼就是安怎？你要疼人，毋过安怎无智慧，所以就造成迄个人受伤。昨嘛有一个人安尼甲我讲。从前我会讲，阮迄男朋友逐概拢伊看好的物件就要送我，毋过迄其实拢无适合我，真正拢无适合。我若甲讲，伊就生气，讲我对你遐好，你佫对我无好，昨半暝1点甲我讲，好，我要安尼，我要讲就是讲，
男女双方咧安怎？关系咧恋爱，毋过安怎？伊想要疼对方，伊想要疼对方，毋过安怎？伊所疼的，对方无感受着。啊，对方知影讲，伊要疼伊，毋过伊的方法，伊就毋是要用。人讲吼，疼是满足对方的需要，结果伊无满足对方的需要，是满足家己的需要。所以我咧讲哦，咱真侪做父母的人，咱嘛是用咱家己的期待，用咱家己想法，要来疼咱的囝儿，咱的囝儿无一定感觉安尼是好的。吼，所以咱疼是对真基础的开始。所以我今仔嘛要分享吼，伫我的家庭中间，我的爸爸妈妈安怎起造即个信仰，伊就是用信仰来起造即个家庭吼。我要讲，这是阮爸爸吼，即个阮爸爸已经91岁啊，伊伫中立，甲阮哥哥咧住，其实已经失智了吼，失智，要哪讲？失智啊吼，失智伊有当时捌我，有当毋捌我，吼。毋过迄天，伊本来是足生气。我去的时阵，因为伊即摆情绪是已经无法度控制。我去的时阵吼，伊是怒目看我，吼。拄开始演这些情景，迄毋知是演这些安怎，就足生气安尼，怒目看我，我看着嘛足惊，讲即讲阮爸爸应该毋是安尼人吼，就细汉是足自强、足自卑，拢用疼咧款待阮。较大汉的时阵吼，甲年纪甲即个时阵，已经91岁啊吼。伊甲80外岁先开始，因为我的妹妹过身了后，伊的身躯就一直无啥好势吼，就身体、心灵、精神拢有受到伤害。所以即个时阵，我嘛足久拢无去看阮爸爸吼，所以我着即届中秋节，我有登去中立吼去遐看。哇！我看伊足生气的时阵，迄失智的时阵，我拢毋敢甲挖去哦吼。迄个时阵爱保持安静吼。当伊吼，我看伊的目神吼，敢若较落软的时阵吼，我怎啊慢慢甲处去吼，着去伊的身躯甲摸吼，甲摸因为我足惊伊发飙吼，我着甲摸吼，我着讲爸爸，我是阿酸吼，着慢慢甲摸，着甲伊按摩吼，着甲伊抓铃，伊着感觉真爽快吼。伊就突然间会甲你认你，就甲我讲阿酸。你安尼对我足好诶，你哪会遮疼我？讲家己就哭疼就会带来安怎？异地诶溃烂。我嘛缀伊哭，我真正缀伊哭，阮囝嘛缀我哭，就给大家哭做伙安尼吼。所以迄是一种感动吼，迄是一个异地诶溃烂吼。好，阮爸爸自细汉就是，阮兜拢围做伙吼。伊逐工带阮做礼拜，逐工诶。毋过即个时阵已经无法度阁逐工啊吼。所以逐家拢已经离开啊，所以无法度安尼吼。即个我要讲，这是阮先生离开了后，我诶囡仔，我有一个足重诶重点，我拢甲阮兜诶人讲，我讲吼，爸爸虽然无去，毋过咱还阁有上帝，吼。足重要是讲，爸爸是暂时诶。毋管上帝是永远的，通活去的，吼，所以即三个姊妹其实吼，伊一个北中南安尼吼，嘛北中吼，算两个吼，会感觉讲安尼要做伙吼，三个要做伙安尼无简单吼，今仔分一个尔吼，两个已经无看起啊吼，所以就是讲要做伙，毋是遐尼简单吼，所以因三个就烧酒吼去日本佚佗吼。拢自助旅行吼，你看三个活得那么快乐，我也很高兴啦吼。即个囡仔伫疼内底，伫细汉的时阵，阮有疼因，所以因即个时阵也疼了安那真快乐，真欢喜吼。这嘛是我感觉足安慰的所在吼。过来，这是中秋节时，我去甲阮爸爸做伙，甲阮厝里人家庭，大家三甲做伙吼，遮拢总有4代吼，4代人做伙吼，这是一个真欢喜快乐的代志吼。所以家庭需要对家庭做起，所以咱的疼对家庭真重要。如果你的囝儿即个时阵拢阁无来做礼拜吼，拢伫厝，请你真重要是讲你家己本身邀请帮赞互你的囡仔，大家拢会当伫家庭做家庭的祭坛吼，慢慢对信仰来开始，嘛对你的家己本身你的生命来开始吼，影响因大家吼。因为疼是一个陪伴，真充满有活力，所以你若逢疼的时阵，你会感觉吼，规生命拢做活起来。
啊，你也无互疼的时吼，无人甲你疼，无人甲你关心的时，你感觉一个人安尼出米势，安尼米米只敢若米伫壁角安尼共款，真孤单，真辛苦吼。啊，咱教会，阮若嘛看过教会，咱足侪疼的吼。咱来看即个吼阿仙姐拄啊伫遐吼，你啊看，迄招美姐吼，招美姐啊吼，伊去遐摸咧，你啊看，迄个拥抱的力量，迄就是一个异地的快乐，迄个陪伴的快乐。吼，你看迄阿仙姐偌欢喜偌快乐吼，啊你啊看，这是啥？咱教会咱就写一张足大张的一个生日的卡片来甲伊祝福阿仙姐吼。所以即个祝福吼，拄啊松联团契迄个毕燕姐代表吼，这嘛是一个真欢喜，咱大家甲伊写祝福安慰的话吼。啊，即个就是吼，你看伊拢足喜乐的吼。我大概甲阿仙姐做伙吼，伊拢欢喜快乐哦，这嘛是互我感觉真安那。真快乐的所在，所以我咧讲，大家去关心人吼，我嘛得到足大的快乐吼，真大的帮赞吼。啊，迄真是啊，恁无看到现场，有个人无来，你就知影讲，迄天阿仙姐吼，咱有差不多80个人吼来参加伊的生日，都伫咱的8楼咧庆祝吼，很感人吼。哦，啊目屎，我看迄阿仙姐目屎一直出啦吼，啊真感动吼。所以迄个过程就是咱教会所有的人，你看啥，大家听哇做伙吼，迄就一个快乐。哦，就是一个快乐。啊，这吼，我咧讲，因为迄天还佫毋知影明英姐吼生日，你知影？结果吼，明英姐讲，我嘛生日特别到啊，好个，伊嘛生日要到啊吼。啊，讲啊，我不爱安尼足侪人吼，我要一丝仔人就好啊吼。伊讲要一丝好，我讲啊无，阮陪伊食物件吼，啊，大家伫遐甲伊陪伊食物件吼，啊嘛甲伊欢喜斗阵啦吼，互伊感觉伫，因为伊的厝里嘛拢无人伫咧吼，来陪伴吼，来陪伴民营传道啦吼。因为伊的要食物件嘛无遐尼简单吼。啊，这里是妇女团契吼，咱妇女团契嘛做足侪足好的事工吼，妇女团契美满的带领下吼，美满会长吼真的是很真到底吼，有啥物人有问题有需要关心，伊就吼一个群组的批甲发落，就讲咱同齐伫对集合，啥物人要来，大家拢同齐去哦。这个讯号吼足清楚，啊就去啊吼。啊，这里是一个秋分。陈秋云，咱去年要去因兜甲伊拄偶像，吼啊我嘛毋知影，结果有人甲我讲的时候，阮才去遐看吼。伊啊像阮这，啊伊拄生的时阵，迄个囡仔吼黄疸吼，足悬的16吼，很高，伫遐哭，伫遐艰苦心吼，哇，啊去甲伊关心，去甲伊祈祷，吼伊就足感动的吼，足感动的。所以吼，我咧讲疼，就是异地的帮衬，所以因的囡仔到尾就足平安出去吼，本来是16，到尾感觉平常安尼就出去啊吼。吼啊，这个是啥？妇女团契甲松联团契联合安怎？这个就是德惠兄哦，德惠兄住差不多一个月，要活一个月吼，真久的时间吼。所以咱妇女团契、松联团契，大家同齐做伙去遐看吼。啊，伊足欢喜，伊足快乐的吼。啊，这是牧师去替祈祷，这另外的时间去牧师咧替祈祷，我甲翕起来。啊，另外你看郑医师吼、阮老师啊，甲孝汉遐甲永学姐，你看遮其中有3个，即摆拢是挂病号。吼，你甲看哦，阮老师、郑医师啊，甲永学姐，因3个拢是伫最近出代志吼。啊，所以啊，你看阿米姐吼，伊即摆是咧咧受人咧关心吼。毋过你啊看即张就头拄仔是咧关心人，啊，即摆即张是咧啥？郑医师换伊做病人，吼，伊的鼻仔骨即个所在有了裂开吼，啊，加在今日内伤出血，啊，结果无出血，所以就是说自然愈合，所以伊就先互伊转来吼，所以这过灯工，足侪人去遐看，这安尼，这内底吼有对台南来，吼，啊有对台北来，吼，足侪人，啊，还有人有请假来看的吼，所以才真侪人咧甲伊关心啦吼。啊，即个就啥人？咱上关心的啥人？即个。即摆还咧住院，咱即摆所有人就是干那即个住院吼。即摆大家拢出院啊，阮老师吼，这是伊拄啊吼对家护病房拄啊出来，吼，迄个时阵翕的吼，迄个时阵，你看阿米姐拄啊伫对，阿米姐拄啊伫即个时阵吼，伊就甲我讲，伊嘛互我足感动的，伊就讲春英姐，啊你当时要去看阮老师，我讲我即摆拄要来。伊讲安尼我也要去吼，我着同齐去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啊，仲林姐吼，随时拢伫身躯边吼，拢伫身躯边咧陪伴，拢互我足感动哦。这拢是疼，这就是咱教会大家疼，迄个疼吼，就带来足大的快乐。所以迄个阮老师吼，哦，很感动，他很感动，就说
太多人啊！即马就是安怎？即马大家拢莫去遐看哦嘿，因为即马阮老师需要休息，后礼拜要安怎？要后礼拜明仔载要开刀，所以咱大家请我知影你拢会疼伊，啊，毋过伊即马需要休困，互伊佫较有体力，吼，较有精神，啊，要开刀时会当安怎？佫较好诶体力去开刀，吼，所以这大家爱真注意吼。即个时阵先暂时莫看吼，等到伊吼会晓烧麦诶时阵吼，你知影嘿，伊烧麦诶时阵就是表示伊好起来。吼，咱拢了解伊诶个性吼，啊，当然伊咧烧麦，毋是真正烧麦，就是咧甲你安那吐槽啦吼，啊欢喜伫遐搭喙鼓啦，迄种烧麦吼，毋是迄种无好诶烧麦吼，伊着真古锥诶所在，是伊真古锥诶特质啦吼。好，啊，即个是毕燕姐诶妈妈吼，啊，迄个时阵吼，毕燕姐妈妈足水咧，八九十岁哦，迄面仔白泡泡哦吼，啊，其实伊嘛艰苦吼，啊。即马拢伫毕燕姐因兜咧住吼，所以毕燕姐即马嘛足侪时间拢爱陪伴伊诶妈妈吼。好，啊，即个是啥？董长老吼，啊，董长老咱嘛是足侪人伫迄个所在咧关心啦吼，啊，伊即马拢伫因兜吼咧疗养吼，所以迄个张老娘吼，伊嘛真辛苦，啊，拢伫遐陪伴，啊，即马张老娘较会当吼。较会当安尼出来伫外口吼，会当甲乐龄啊、双联团去参加，慢慢会当出来吼。啊，伊嘛身躯渐渐勇，我每一届甲伊接触，伊拢是咧鼓励我诶，吼。咱看伊咧病疼，啊，结果伊拢咧甲我鼓励吼，所以我拢感觉吼，我嘛真安慰啦吼。这嘛是疼，互相得到快乐吼，互相快乐。啊，这是另外一个吼，悲伤，咱拢咧陪伴悲伤诶人吼，譬如讲。苏棉姐即摆做坐伫遐啦吼，啊，迄天吼苏棉姐，因兜因为因先生已经5冬拢倒伫眠床吼，啊，拢无法度来做礼拜，啊，即摆苏棉姐已经转来伫咱中间吼，啊，伫即个中间拢是咧陪伴即个先生吼，啊，苏棉足辛苦吼，因先生已经原来90岁才过身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啊，真正是咱做会友吼，咱正边遮拢是咱教会会友去参加吼，虽然伊遮尔久的时间，大家无啥熟悉伊，啊，毋过安怎，就是讲伊的先生大家无啥熟悉，毋过迄天嘛是足侪人来参加，啊，迄天佫毋是拜6礼拜，大家拢半工来吼，我讲真感动我吼，啊，即个是叫做树葬吼，啊，我特别用即张，就是因为咱拢毋知影树葬是啥物形的，啊，大家树葬拢无共款，这是我第一届参加树葬，第一个我嘛惊着，因为牧师无伫咧叫我去用树葬，吼，我嘛袂晓用吼，啊，所以着迄天吼，第一个尝试，我着去看迄树葬的迄一寡以前人咧做的代志，我先去了解一下吼。迄树葬爱遮深吼，45公分的深度吼，才会当将迄个啥，迄个沙，就是毋是沙，迄个啥，伊的迄个骨灰吼，甲放伫用一个纸吼，迄纸是会当环保的纸，会当回收的纸，啊，甲伊放伫内底吼。迄是一个，你看你看白白迄个所在，吼，迄拢是一窟安尼，啊会当以后几年后回收的时阵，啊会当佫重用迄个所在，吼，所以没有立牌说这个是谁的名字，所以以后呢，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可能到处流，就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哈。但是他们家非常的开放。其实伊年纪来伊用树葬吼，哇，真的是非常，我嘛就感动，我觉得很棒吼。啊，这是咱迄天的兄弟姊妹吼，迄天双联团契足侪人吼，因为苏棉姐嘛拢伊较年纪侪，啊，所以咱就足侪兄弟姊妹伫迄个所在咧陪伴，啊，即场话嘛，互我感觉足安慰嘛，足感动，就是迄个疼。拢一个，所以苏棉姐嘛足欢喜吼，足安慰，因为迄天真侪人去甲伊关心，因为这是安葬的时候，通常拢是亲人去较济，啊，会友真少人去，啊，去即天足侪人去，啊，伊佫毋是安怎拜6礼拜日，吼，所以我嘛是足感动，讲遐尼侪人，大家当陪伴关心吼。好，啊，即摆团契来所在吼，啊，这是团契啦，双联团契开始安怎，都玩桌游啦吼，我就想讲吼，佚佗一届桌游吼，忧郁症都不见了呢。真正我感觉足好用的吼，迄天是大家吼算甲足有欢喜、足快乐吼。我就感觉讲吼，迄若有忧郁症患者来算这吼，一定真欢喜快乐。你看这中间还佫迄阿嬷有无？几岁安尼？90几岁吼，缅怀长老的妈妈吼，你看嘛伫遐，
你敢知伊咧囥针的时阵，咱手拢会抖，因为你甲囥落吼，伊若倒去，就大家笑嗨嗨吼。其实吼，你欢喜就是伊个足济迄啥签啊，咧囥落吼，你啊囥吼，袂当插着咱咧规定的颜色吼。啊，你若插落的时阵吼，你若跋倒吼，哦，迄个时阵大家拢足紧张的，袂当互伊跋倒，啊，看会当插几支安尼吼，哦，大家插甲足欢喜啊，所以迄工是欢甲玩佚佗甲真欢喜啊吼。啊，你啊看，即个时阵吼，咱有佚佗的，咱嘛安怎，互因身体得着，都伫遐用学即个八段锦吼，即个功夫啦吼，哎，学八段锦吼，一项安尼一直学吼，互因身体当健康吼。大家咧牧师娘吼，读第一个迄个牧师娘吼，哦，用甲足欢喜的吼。啊，遮就是。过来就是讲，咱第一届幸福小组的时阵吼，啊，咱伫即个所在嘛是陪伴一群人吼，啊，遐拢无导游，咱来陪伴伊，啊，所以伫尾仔后因着翠娥姐，翠娥姐甲新闻因着受洗吼，啊，你甲看翠娥姐最近拢互我足感动的，伊拢会去招呼别人，佫会去关心别人，啊，佫去共别人，啊，即摆吼笑嗨嗨，伊拄来的时阵吼，伊是有恐慌的，吼，伊有恐慌哦，啊，结果吼。啊，面拢袂笑，拄开始啊，佫拢会哭。到尾吼，愈来啊参加呢，一直来，伊的心呐吼，伊的心愈来愈透放吼。啊，伊嘛感觉伊愈来愈感觉伫教会，敢若伊的家庭共款吼。啊，伊感觉真欢喜吼，所以伊就洗礼啊吼。这是翠娥姐吼。啊，咱第二摆，这是第二摆幸福小组吼。啊，咱着佫有另外一群人，大家嘛是遮陪伴吼。啊，这我要讲吼，丽美姐真正是真用心啦吼。虽然我嘛有伫遐，问题是丽美姐，我要讲丽美姐吼。啊，伊真正是，伊虽然是咱的社区的干事吼，毋过伫即个中间，啊，阮咧做即个小组时，因2摆拢有参加。啊，因为丽美姐伊过去是伫幸福小组，伊带3、4冬的时间，伊的教会拢有咧带训练。啊，我颠倒是拢毋捌吼，是最近受训练了，我才去我去试着带大家。啊，伊真熟，吼，即个物件伊真熟，所以伊就伫遐吼，带破冰，啊，互大家着笑甲嘻嘻格格吼，啊，迄个气氛着足好，迄真正足幸福，来遮真正足幸福吼。所以大家什物病痛拢嘛安尼哪来哪轻，大家欢喜快乐，大家拢真爱来吼。啊，你啊看这是安怎，真正真幸福。安尼阮着大家吼小招讲，啊咱嘛有毕业典礼啦吼，咱着出来佚佗吼。啊，真正迄工吼，大家小招出来佚佗吼，真正足欢喜。这是阿 K 兄因兜，伊个啥？休闲农场吼，啊，真水的所在，有机会咱嘛会当去遐，伊遐会当住，吼，伊讲叫阮后盖吼两暝一工去遐住吼，这阿 K 遐因兜吼，秀基姐因兜真水的所在吼，啊嘛真欢喜啊！迄工吼，大家是翕相翕甲袂记的吼，真诶真快乐啊！大家伫遐吼，三甲做伙，迄个三甲陪伴，迄个交谊吼，迄个疼，迄个深度，拢感觉真好势啦吼，真好，真快乐吼。吼，啊你啊看。遮内底吼，上恁即摆看上恁即边，安尼是上正边迄个吼，迄个叫做美术吼，美术，伊唯一伊还袂洗礼，其他即4个拢洗礼了吼，啊，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咱即摆是慢慢陪伴，即摆美术嘛还搁咧参加过来的生命小组，伊嘛搁咧参加，伊伫真无样中间有当时爱上班，伊嘛请假有当过来吼，所以我嘛感觉真感动吼。好，啊，你啊看遮个人，咱伫遮陪伴时，结果咱嘛阁有迄个素贞姐吼，啊甲荣英吼，荣英嘛是咱伫迄个幸福小组内底带的人，因2个着洗礼啊吼，所以这拢是听的轨迹啦吼。啊，你啊看，因受洗时是足喜乐的吼。啊，我即摆要讲荣英啦吼，你敢知影荣英吼，伊脑是开刀，就是讲脑有就是有肿块吼，啊血肿，然后有开刀过吼，啊结果伊拢连讲话都袂晓讲，拄来的时拢袂晓讲话，真正要讲一句话拢真无法度安尼斗做伙，结果伊即摆吼有法度讲一句，而且最近拢甲我贴圣经经文，即摆咧开始甲伊教，生命小组咧甲伊教，要来看圣经，啊开始咧学这。伊即摆会晓贴经文啊！哦，我看着足感动诶，伊会晓贴经文呢吼，会晓鼓励别人吼。啊，
因兜的人佫还袂信哦，吼，所以你啊看伊安尼真认真拍拼吼，拢算物啥事，伊嘛即摆拢会来吼，会来参加吼。所以这是真欢喜，这是过来的青少契吼，这个团契迎新哦。迄天有够侪人吼，少年的青年，大家拢做伙来吼。这个少年吼，咱都有差不多8个吼，升到高，升到就是国小升到少契来吼，对主日学升到少契。即马遮就是亲戚少契升到有4个人吼，少契升到亲戚来吼，所以咱总有12个人吼，迄天拄好12个吼。恁看因迄个时阵咧迎新吼，这就是咧耍游戏，迄个你知影佚佗吼，嘛会当甲咱的关系安怎绑做伙，大家关系足深的吼。好即个时阵是咱短宣，你看青年团契做真好的事工，就是安怎愿意做工去仁爱教会传福音，这是咱的行前祷告吼。这你看规定人吼仁爱教会甲咱颁奖啦吼，甲咱祝福吼，因为咱做甲因伫迄个陪伴的过程中间，咱的囡仔嘛受到造就，你咧共付出，咱的囡仔嘛咧学习，伊嘛咧成长，伫厅内底咧关心咧付出，其实因就是咧宣扬福音，佫会当啦，家己咧成长，所以帮赞人，佫会当帮赞家己吼。我真明显有一个玉林吼，玉林一个小朋友，燕兰姐的孙仔。伊第一届旧年啦，第一届，国中1年级去的时阵，搞不清楚状况嘛，毋知要哪教，我就开始咧教呢。我看伊的时阵咧教的时阵，佫安尼行，第一天行，第二天有，就感觉伊较勇敢安尼吼。第3天即届1年过了，我发现无共款啦，有迄个大人的气概啊。我讲即个后盖会当做领导统御的人咯吼，慢慢带，一个，你看迄个维凯，伊嘛咧进步，伊嘛咧成长。伊本来毋是会长，到尾做会长，伊就是咧成长。迄个干部的训练，就是咧成长。所以当伊咧服侍的中间，就是安那伊咧成长的过程吼。所以这拢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咱青年大家那有一个成年礼吼，有5个，今年有5个吼，着大家互相陪伴去吼，大家老少少拢陪伴因去吼。有家长嘛，有青年，嘛有迄个年纪较侪，我着爬袂去吼，爬到一半就拜拜啊吼。所以因遮无我紧，这重点是大家安怎做伙伫迄个所在，安尼大家伫遐听，互相经营吼，迄是一个快乐欢喜的时阵。这是台北的教会，咱有客服班吼，咱客服班咱嘛足感谢丽美，伊安安排足侪活动吼。咱的丽美姐真正是真用心啦吼，逐项拢要用足无共款的财物知识，甲互人快乐欢喜。所以伊着邀请台北的教会的青少年因来遮带即个桌游，拢总有3天的时间吼。所以有少年，佫有咱的囡仔客服班的，大家拢佫有 YMC 的，大家拢做伙伫即个所在带吼。咱嘛有伫社区去吼，咱即个少年团契，咱嘛去即个爬迄个啥物，迄个叫做啥物步道啊？天空步道有无？迄个落去迄个所在吼，一个艺术高中对吧？吼，遐有一个所在吼，咱着伫迄个所在，大家带出去外口吼，校外这个球，因着是啊，伫做驱蚊香包吼。迄天我嘛伫遐甲因做伙吼，伫遐大家伫遐学习吼，我看了嘛足欢喜吼，安尼伫遐大家欢喜快快乐乐吼，即个时阵大家着将伊个啥，迄个香包吼，大家拢摕出来吼，咱即摆看无得清楚，大家着欢喜甲即个香包摕出来。我记得迄个香包还佫放伫阮兜，会当驱蚊吼，真的是可以驱蚊吼，较放较无吼。好，过来。因吼，即摆咧因进前吼咧做啥？我的人生呐，我的人生相簿。大家都伫遐裁啊，伫遐剪啦吼，伫遐加啦吼，从伊细汉的故事一直到伊大汉的故事，一项一直来吼。伊的生命簿，后盖伊当团世代，互伊的孙仔、干仔孙讲，这是恁阿祖吼，过去安怎，伊的人生的过程。我感觉。你知影，逐礼拜拢炸一堆的物件来遮加，来遮剪，来遮打，哇，很感动。我嘛伫遐斗加吼，伫即个所在吼，陪伴吼，陪伴伊。你看，毕业了吼，我的人生相簿毕业了吼，伫即个所在毕业，迄个啥，迄个帽仔吼，
迄朴素无吼，迄朴素无吼，嘛家己做诶，吼，迄嘛家己做诶，所以即种大家家己做，吼，拢免去买哦，家己做诶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赞诶所在吼，迄张老妈吼，好，啊，即个是客服班吼，啊，伫即个所在吼，大家欢喜啊，一个所在一直学习啦吼。所以咱来看，咱的客服班嘛是真侪活动吼，啊，因伫遐耍迄个游戏吼，啊，玩得非常的快乐吼，桌游，这嘛是啦吼，这咱互咱看得好。啊，即个是咱最顶礼拜吼，即礼拜毋是昨尔，周日吼，周日咱团契，咱亲密团契吼，拄啊呐要干部改选吼，啊，你知影伫即个中间有足侪人分享，伊就讲。阮以前婚姻拢无啥 OK 啦吼，啊，到尾即摆进步到即摆偌 OK 吼，就是讲嘛会冤家，啊，毋过喏，比以前过去搁较好势吼，所以大家就只成长、欢喜快乐，啊，大家听伫遐背。咱要爱感谢范医师甲林老师，因付出足侪心血吼，伫即个所在吼，啊，大家伫遮照顾吼，大家伫遮陪伴遮个人，啊，因嘛是伫迄个过程中间慢慢伫遐成长吼，啊，大家互相安那鼓励，互相支持啊吼。吼，啊，咱教会一直，咱爱真感谢遮个师资啦吼。你看遮个中间有明英姐啦吼，慧娟长老啦吼，啊，迄啥物人，桂梅姐啦吼，啊，搁啥物人，官长乐以前嘛拢是啦吼，啊，搁习妹姐啦吼，因逐个拢是安怎，不时咧教遮个圣经学院人吼，所以咱爱真欢喜。因愿意安尼付出因的心血，伫遐安那准备遮个物件，要互大家食。我看迄慧娟长老啊，我看大家所有人啊吼，我看大家拢准备甲足丰富的。啊，民意传道啦，喜妹姐，我大家拢安尼传甲真澎湃，要互大家食吼。所以我拢感觉吼，这就是疼吼，伫这教育的中间，迄个疼伫遐咧付出吼，咱嘛是爱感谢因啦吼。啊，蔡茂堂哦，昨天不是星期五哈，前天哈嘛是有咧来讲紧抓神哈自己啊，我拢有当袂当参加吼，拢伫亲密团契遐啊，我会感觉讲吼，这拢是咱咧造就。鼓励大家吼，啊有时吼，咱有真侪方式咧邀请大家来参加，所以我嘛毋茫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帮站。你若无法度迄个时阵参加，我拢会转去遮看网络吼，转去遮看网络，你若袂晓参加，转去看网络嘛会使啦吼。咱拢真好就是啊，我讲吼，咱毋是干那爱帮助人爱造就人，啊，咱嘛爱受造就。你若无受，咱若无专业无受造就，咱嘛无法度进步吼。啊，这是亲密团契吼。啊，我迄阵遐甲范医师甲林老师吼，啊，甲迄个啥去甲黄维仁博士，啊，伊拄仔转来吼，啊，拄仔是今年8月时阵吼，阮着去台北受这个训练啦吼。所以阮嘛是爱受训练，阮若无训练嘛，毋知要哪共关心，才会是。才是有智慧的啦，吼！有当时咱共关心啦，有当时共伤害，吼！我嘛感觉，有当时讲毋对的话，一句毋对的话，你着共伤着，吼！所以我嘛感觉讲，哦，要做团队，我毋是安尼简单，吼！真正是讲话拢爱足细致的，吼！咱着无迄个意思，当时即个意思出去啊，共伤着，啊，咱无迄个意思，问题听人有感觉，吼！啊，着伤着伤害，所以我嘛爱受训练啦，吼！啊，这是我去团队所的训练吼，我感觉现在要互咱看这，就是你看遮了足侪个锁啊，吼，这个锁啊，吼，阮就是咧互相祝福。我传互你，家己祝福互你，啊，这个锁啊，着一个棉球吼，啊，着四界传，吼，传互每一个人吼。所以这个过程就是爱网重重。我要甲咱讲着讲，咱的教会嘛是爱起做一个爱网。互伊安那建立这个网络，爱的网络吼，啊，这是我去参加这个中性第三者的研讨会，啊，这个是一个叫做冲突处理吼的研讨会，因为伫教会中间有足侪，拢会来叫你来判断讲，你安尼毋对，你爱甲讲吼，不是我拢爱互讲，叫你遐讲，后摆毋好叫我讲去遐讲，迄个人毋对吼，你后摆不要毋好叫我做这种代志啊吼。迄人毋对吼，是恁两个爱讲，啊，我会当伫中听恁讲，我会当伫中，啊，毋好叫我去做裁判，吼，安尼我心会真艰苦心吼，这要真注意啦吼。好，啊，我要互咱看即张吼，即个是一个Pelon her Herian 吼，这个人吼，这个人的
这个是一个芭蕾的大师吼，我可能恁有伫网络的人有看到吼。进前牧师捌播即个影片互我看吼，真诶足感动诶吼，足感动诶吼。你啊看，即个是一个吼摄影师吼，要甲伊即个芭蕾即个大师吼，要甲伊翕伊诶专辑。伫翕间吼，伊感觉讲还佫剩几张啊相，伊想讲吼，无你诶骹吼，你拢跳甲遮水吼，迄舞姿足美妙吼，无吼，你诶骹我看一下安尼啦吼。哇，你想咧？你若要互看这你骹，你敢会要互看？吼，哇！即张相片吼，实在是伊所付出迄内在的痛苦甲受伤，你看伊骹敢会看着？对无？即骹是足受伤的，足受苦的，是经过足侪试炼，吼。毋过安怎伊互看着是包起来。恁即摆看就是，恁即摆对即边，恁看是敢若是右边啦，对恁安尼看是右边啦，吼。你看伊骹是水的，这个是亮丽的人生，这是互别人看到的。有当时咱咧看别人的时，伊拢是足亮丽的，毋过安怎真正会做自己的那个内在的部分，其实毋是安尼。所以有当时看外口，真快乐、真欢喜，无一定背后装的是很多的痛在后面，只是他不让你知道。这个芭蕾大师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我要讲就讲，其实咱教会中间，咱嘛有足侪家庭需要安尼去关心，需要去陪伴。检测伊互看到是安尼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外在看是安尼，真水、真好看。毋过有当时伊的内在其实是咧智慧，伫咧智慧，咱毋知影尔今仔日无伫遮，真济我拢无，因为真济是袂当讲的所以拢伫即个所在互咱看，咱的生命中间，咱需要安尼互相关心。所以伫圣经内底安尼讲我时就甲恁讲你若做伫安怎，遮个兄弟一个上西的心上，就是咧做伫我，就是讲你若疼兄弟你就是咧疼上帝所以咱用即个观念，每一摆你若疼别人的时，你就是咧疼上帝这就是上帝互咱的改变，敢毋是疼人亲像家己，疼上帝，尽心尽力疼上帝，这拢是咱的改变我最后要用这是叫啥物人？孙悦对，孙悦伊虽然离开咱毋过伊伫生命上尾仔阶段，伊拢是互主咧用，所以伊讲伊愿意去疼人，当伊去疼人的时，大家都疼伊所以你看伊的生命伫上尾仔阶段是真水的阶段。真水的阶段，伊讲伊要将伊的生命每一工当作上尾仔一工来用，互伊的性命。我嘛即摆要讲，明英姐伊嘛是拢讲安尼讲我嘛毋知我当时会安怎，毋过我就是尽力拍拼，要将我所抑佫有剩的性命，甲别人分享。阿贤姐每年要来接松联团契的副会长，那么给拍手，来，这两个拢给拍手一下很不简单，很不简单毋望上帝真正安尼祝福恁祝福恁的生命真正是咧互上帝用最后我要讲，咱教会，咱较等下咱就要分组分组去婚丧喜庆的时阵，咱拜托咱大家，咱来起做一个爱的网站你若有即个婚丧喜庆咱就国务师讲，甲我讲，甲中职讲，甲干事讲。即个网站先互伊起做，若是小组，譬如讲你是伫咧，你即摆有分组分区嘛你迄个区内底，啥物人，迄个主角是谁咱会晓互相关心。譬如厝边隔壁较知影讲，迄个隔壁是安怎？有当时伊出代志，咱拢毋知影。你若厝边隔壁你知影讲，最近哪会敢若伊拢无啥看到，可能你也看一下，看是毋是安怎，所以会当去关心。你若第一号消息传出来，大家会当互相来关心当然有的人歹人关心嘛无要紧，迄个歹人关心，你着私下关心，着免正人关心有的人是安尼，每一个人个性甲需要无共，咱着看办事来做代志过来上尾较等的，咱要分组的时阵，这是上尾互咱就是讲各组。请咱各区，我毋茫讲咱会当发挥这个果效分组的时阵咱要
咱家己去想，咱的策略是要灵修，还是要旅游，还是要带导吼小组，还是要有节庆啊，有啥物活动要办活动，还是小组有啥物小组的训练嘛，要紧，还是互相的运动。吼，咱即摆要运动，像我有当时啊，做招阿仙姐甲迄啥，明姐讲行咱来运动，啊，着边运动边讲话边陪伴，这就是一个，就是真简单，毋免足侪人的，安尼知无？小组你若知影几个人吼，你的区内底几个人小组就会当出去啊，吼，像安尼。就是真，大家互相安那补足，互相补足，吼，也是讲要布道，也是讲要烘肉，吼，迄天啊中秋节啊咧烘肉50-60个主日学吼，安尼真好，吼，所以我感觉也是讲电影，啊，伫一个家庭啊，大家来看一个电影，甲即个疼有关系的电影，选迄大家有适合的电影，大家来互相讨论。我想这拢是足好的一个交配，吼，足好的交配。所以我望讲，咱每一个人，吼，咱著是去讨论。你的组、你的区内底，你要安怎做关怀的工课？互咱的关怀工课会当彻底来全面来实施啊！吼，因为绝对毋是靠中级，也是讲靠某一个人，也是靠牧师团队，拢毋是，是靠所有的人，大家同齐来做。吼，好，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咱我今仔讲到分享到遮，咱同齐来祈祷。全能的爸，阮是何等的福气，因为你是疼的源头。有你看顾阮，就得到医治；有你的同在，阮就有平安。你是阮的上帝，你要阮成做一个疼的使者，疼厝边亲像家己。阮愿意对厝里的人、兄弟姊妹、同事、社区的厝边隔壁、朋友、同学，有看到身体心神软弱的，阮愿意用你对阮的疼，去疼有需要关心的人，成做因的朋友。用疼的行动去照顾陪伴，互阮学习回应上帝你对阮的疼，也会晓去疼人，也会晓疼家己。上帝，你帮助阮，教会拢会晓将你的话活出疼的款式。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接续咱来唱圣诗第541首，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放弃。把机会传出去，这要唱2节吼。来，请起立来吟专首。请坐，这个时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诵的诗歌。请坐。本来是团队的报告吼，伊讲要互我报告啦。咱来看第3页消息的通知。第一项咱特别来要紧吼，咱10月14迄礼拜咱要来选长老，10月28要来选执事吼，请咱备办心。接续小会广告吼。第一项是咱有审核会员，第二个咱有大概有讲到要提名这长老吼，这个上尾还佫等牧师征求这候选人的意愿了，才要来决定。执事是要伫10月7才要来做决定吼，迄个人选吼。后任的明年的第2长老是要由黄义全长老来担任。杨景文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要是执事吼。第5，迄个感恩节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分配，有要迄天的礼拜的主日礼拜有要请礼拜组来安排，另外迄中昼的爱餐有要用火鸡吼，火鸡今年要增加到8只。咱今仔日。礼拜3就是要接续要关怀主日的活动吼，所以迄个第一区是伫7楼会议室，第2区是伫主日教室2楼，第3区是5楼圣歌队教室，第4区是伫6楼的大教室，第5区是伫3楼的主堂，第6区是伫6楼的团契教室小教室，华语堂就是伫8楼吼。你若感觉你毋知影你伫倒组，你着看后壁吼，第7页有里吼，咱是用里来分区吼，所以你会用家己去看你是伫倒一里的，就是伫倒一区。另外咱12点煞的时阵，请咱要有一个简单的爱餐吼。所以伫6楼爱餐的是第3组、第4组、第5组、甲第6组。伫8楼的是第1、甲第2区、甲迄个华语堂吼，是伫8楼来用餐。第2项牧师今仔日去伫嘉义西门教会来处理福音主日。第3，咱后礼拜是普世圣餐主日，也是迄个上年时间纪念主日。咱迄天咱后礼拜要圣餐吼。请咱备办心。拜3永远拢有祈祷会吼。第5，迄个奖助学金会使开始申请。第6，咱每礼拜2的下昼有生命成长小组吼，是李明英甲肖川先重道因要伫遮来主理吼。第10，咱教会有要。敬拜团的乐器训练，你若有趣味来谢慧玲执事来报名。团契消息，上年团契伫10月17有要参加迄个中央的敬老感恩礼拜，是伫园林吼。第2，妇女团契已经改选，明年会长是柯碧华。第3，请咱为着咱60周年的纪念册吼，请咱各团契甲辅导。将资料交予办公室。第4，圣歌队有要伫10月27要去演习会吼，要去台中。第5，手情团咧招生哈，请咱有趣味的来团长李佩芬姐妹来报名。第6项这是较久长的计划吼，是11月16有要中集甲会长的同工训练退休会，请咱备办心来参加。
以上我要搁补充一项吼，咱的长老教会总会规矩是牧师甲长老才会使祝祷的时阵才会使举手吼。有人讲咱传道就传道就还袂封牧谁来会使举手吼？我甲大家讲，因为伊还袂，伊这卖传道，伊进前还袂去读新人的，伊进前伊是社头教会的长老，吼，所以伊是有长老的职分，所以伊会使举手祈祷吼，祝福祈祷，所以这咱，因为小会一直无甲咱知吼，这是代表小会向大家来抱歉，所以大家来欢喜来接受伊的祝福安尼吼，伊会使换手祈祷。你来讲谢峰老师会使袂？恁来讲伊是毋是牧师？这个就是爱个小会来讨论吼。我嘛毋知影有法度去甲恁回答讲伊会使袂吼。以上报告。咱来吟圣诗522首，522首，忍爱是高宽容，各有慈悲。即个就是华语的，咱来讲的爱的真谛吼。这是伊也改做台语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受祝福，愿圣父、圣子、圣神的疼伫恁中间，学习伊的款式，遵守伊的诫命，着彼此相疼，互恁有智慧、有行动力，知影要安怎疼人，也享受恁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直到永世来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接受的是迄个关怀小组吼。再一个补充一个消息吼，当下执事，咱敬听讲当下执事伊搁跋倒来中风吼，即马伫教病房咧昏迷中，请咱来代祷以上。